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繼續同大家分享咧就係我哋教會嘅信仰宣言第二講。咁第一講咧就係我哋講係我哋嘅宣言，即係我們聚集在一起建立教會。咁咧呢邊講到咧，大家仍然可以教會嘅網站咧可以聽得到嘅。今個講道咧係延續上一堂嘅講道嘅。咁喺為着要按照聖經真理咧，嗱，我唔知我哋在座咧，我哋咧即係可能有啲係信咗主一段好長嘅時間啦，有啲可能係未信啦，有啲可能係初信冇耐啦。隨着時代嘅變遷咧，我自己咧都好少咧揭開啲本聖經睇啦。我哋都係都開始用咧手機版或者電腦版去睇聖經。咁但係唔知大家咧佢對聖經對真理，我哋有啲咩感覺咧？嗱，好記得咧，我初信主冇耐，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咁我初信主冇耐咧，我就去到一間基督教書室，咁咧喺尖沙咀仲記得，咁咧裏邊咧有啲書咧就免費派俾你啊，咁我就睇到本書咧，就叫做咧基督徒為何崩潰，咁樣就好吸引我，因為我初信主冇耐咧。即係啲牧者啲弟兄姊妹就話俾佢聽啊！哇，信耶穌你好有喜樂啊，你有人生嘅意義啊，你有豐盛嘅生命啊！點解本書嘅題目會講到基督徒會崩潰嘅咧？其實係講緊啲乜嘢咧？其實咧當時咧我盡心去睇本書嘅時候咧，原來你發覺咧，有啲信徒咧係因為對信仰即係覺得喺真理裏邊咧，佢要求好高啊，做唔到啊，而係咧係產生一啲嘅內疚啦，甚至一啲嘅沮喪。而我自己咧，即係有段時間咧都好熟悉咧，因為咧喺香港呢位基督徒嘅精神科醫生，咁我就真係問佢啦。我話咧本書講到咧，就喺美國咧，原來咧即係啲精神科醫生去分析咧，就係話咧呢本書係70年代嘅，就係話咧就其實咧。要睇精神科咧嘅比例咧，原來係信耶穌嘅人係多過唔信耶穌嘅人。咁我當時咧，我就問翻我香港嗰個基督徒精神科醫生，即係呢個醫生咧，其實都喺以前喺我神學院度教一科嘅。咁我問佢其實係咪咁啊？佢話其實係嘅，唔單止係基督徒，係啲牧者嚟睇我，唔話你知。咁令到我喺度心諗咗一樣嘢，就係話我初信主冇耐，個信仰係咁嘅咩？好啦，就可能咧去到另一邊係乜嘢咧？我哋要發現咧就係咧，有啲嘅基督徒會係點樣咧？嗱，我曾經喺上一堂咧都同大家講過咧，就係話我喺叫做係喺澳門裏邊咧，我有段時間咧係幫澳門一間教會咧係開中文堂。咁嗰陣時咧，有個弟兄咧，因為佢嘅家人嘅緣故，個太太咧個女咧就喺教會，所以都翻教會。嗱，佢就翻我嘅查經小組，佢好多問題問嘅，咁咧呢個弟兄咧，我就問佢啦，即係佢自己咧平時咧都係做打坐啦，做默想啦。咁我就上堂就問我好，即係查經嘅時候問我好多嘢。咁課後咧，佢哋其實都問我好多嘢。咁我有一次咧就即係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就話啦。阿 Johnson 我真係唔係好明咧，我太太咧，即係同埋佢班姊妹咧，成日叫我信耶穌，覺得我唔信耶穌咧，覺得我好似好唔好咁啊！但係我發覺唔係喎，佢哋除咗翻教會係一個基督徒之外，平時喺屋企又唔讀經，又唔靈修，又唔祈禱嘅，同我冇分別嘅。仲有嗱喺澳門咧，佢哋。一般嘅啲嘅信徒咧，有部分係乜嘢咧？佢哋其實係土生葡人嚟嘅，佢哋本身咧係唔識睇、唔識寫中文嘅，淨係識聽同埋識講嘅啫。咁呢個朋友同我講咧，佢就話：係啊，仲有佢哋嗱，佢哋雖然我哋都係唔識中文，但係可以學噶嘛。嗱，我都喺度學中文、睇中文、睇聖經啦。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嗱，唔係個個好似你咁。其實呢個弟兄咧，佢做人係好認真嘅，佢喺當地咧係做到咧喺政府咧係一個局嘅副局長嚟嘅。
佢可以將一個政府部門咧轉虧為盈。佢個人本身係一個好認真嘅人，佢都係一個好叻嘅人。但係嗰次佢真係咁樣同我講嘅就係喺我面前呻。佢仲講一樣嘢係咩咧？佢係對於我嚟講，阿莊神啊，你做得咁嘅傳道，你真係傳道，你都係傳道人嚟嘅咋？啊，其實你係次一級嘅喎。我其實想揾個咧高級啲嘅牧師同我傾喎。不過唔緊要啦，你都答到嗰啲問題。嗱，佢真係一個好認真嘅人。但係反映一樣咩咧？就好多時咧，我哋面對我哋嘅信仰，甚至我哋面對呢本聖經啊，10多年前咧應該係即係有出電影《Inside Out》，就係玩住老朋友。其實就係講我哋腦裏邊好多唔同嘅情緒啊。就我就唔知大家你喺溫哥華你有冇聽聞過呢出戲啦？嗱，即係當時咧香港喺亞洲咧就好盛行，就開始咧讓我哋咧係注意到咧，即係我哋腦裏邊或者我哋人本身有唔同嘅情緒嘅。嗱，今時今日我唔知大家，我哋翻開聖經，甚至我哋去諗起上帝嘅話語，我哋有啲咩嘅感受？我哋嘅感受可能係神啊，你聽某啲人祈禱，但係你冇聽我祈禱。神啊，我真係好辛苦嘅啫，好似保羅咁樣，立志為善由得我，但係行出嚟真係由不得我。我常常會喺一個掙扎嘅裏邊。嗱，喺一個我哋面對個聖經真理嘅時候咧，可能我哋有3個自己嘅。嗱，第一個自己係咩咧？一個理想中嘅自己係咩咧？我真心想遵行神嘅話噶，但係咧用咗一啲屬靈理性去審判自己同埋別人啊，最後咧就大家都受傷。簡單講即係咧，即係去尋求神或者想做一個理想嘅基督徒咧，係做到咧係有神性冇人性。嗱，我唔知大家會唔會感受到有陣時咧，信仰係反為帶俾我哋係咧係有壓力啊！嗱，好深去體會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初信主冇耐之後咧，跟住咧其實我即係翻咗教會2年之後咧，我就蒙召做傳道人啦。咁仲係讀緊大學嘅3年班。咁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咧，我翻團契嘅時候咧，即係有啲弟兄完咗團契之後同我講，佢講咩咧？佢叫我做禮賢啊，禮賢。其實咧，翻團契咧，我真係唔係好想坐喺你隔離嘅。你最好唔好坐我隔離，因為你坐喺度咧，你唔出聲咋。你都喺度問緊我有冇靈修，有冇祈禱，有冇讀經，有冇實喺奉獻，有冇諗過全時間侍奉？喂，大佬好大壓力，你知唔知咧？嗱，我希望咧，我今日係同喺呢度出現大家咧，同大家分享，或者我嘅存在咧，唔會帶俾大家有壓力。係一個理想中嘅自己，但係一個真實中嘅自己係乜嘢咧？就係有陣時就係我哋處理唔到咧信仰同生活之間嗰種嘅疏離啊，以至咧有陣時好似就係嗰個弟兄講啦，講佢太太同埋啲姊妹啊，除咗教會嗰日係基督徒之外，平時真係因為佢哋全部都退休嘅。咁正常咧，你享受攞得成個，佢就話喺我面前數嗰啲太太同埋嗰啲姊妹，成日話我唔信耶穌，話佢唔好，你好好咩？啊，又唔讀聖，又唔讀經，又唔靈修，又唔祈禱，啊，淨係掛住飲下午茶，去做 facial，去做按摩，去整指甲，同埋去過珠海食嘢。你咁樣同一個唔信冇分別，就好似咧，你喺教會咧做一個基督徒，唔係教會咧做翻自己喺度角色扮演啊！佢啲角色扮演，或者唔係啊？其實我唔係角色扮演，但我係活喺一個掙扎嘅裏邊。就係有陣時我喺信仰嘅經歷裏邊咧，我經歷神嘅話語係真實，以致我能夠係有得勝嘅經驗。但係同時我又更加明白我自己根本好軟弱，有啲嘢我真係做唔到嘅。我真係要求主嘅憐憫，常常喺一個掙扎嘅裏邊，喺個矛盾裏邊。因為咧人唔中意矛盾噶。人想喺心靈裏邊咧係好，總之係唔好有個張力喺裏邊，會將啲張力推開嘅，咁自然會令到自己係咩咧？即係有啲時候免張力產生喺個內心裏邊，
令到我更加不安。我倒不如係咩咧？我逃避中嘅自己做一個，覺得做唔到啊，以至咧慢慢同神嘅話語咧係有個距離啊。但係咧，我會尊重真理，我尊重聖經。哦，你返教會，我尊重你係好嘅，你信耶穌係好嘅。但係真理進入唔到我哋嘅生命嘅裏邊，以至咧聖經嘅真理、基督嘅臨在咧係唔能夠光照我哋嘅。因為真理係乜嘢咧？係真光啊嘛，佢係可以光照我哋，真理係能夠可以拆穿我哋自己嘅自欺，使我哋咩咧？我哋唔可以再逃避上帝，而聖經嘅真理能夠承托乜嘢啊？就係喺基督裏邊係承托我呢個破碎嘅人啊，以致佢同時真理係可以醫治進入我哋心靈唔同嘅傷口裏邊。係我哋呢啲傷口係會被恩典去觸摸，被耶穌基督嘅愛去醫治，以致我哋生命喺真理裏邊，我會被重整啊，重新有個新嘅秩序，以致我哋係能夠成聖與主嘅聯合，與主嘅聯合。今日就同大家去環繞就係我哋嘅教會宣言嘅第二句，話要按照聖經真理。其實佢裏邊有三重嘅含義。第一重就係教會係真理嘅柱石，以致我哋有守護嘅責任。第二就係真理係活嘅道，佢唔係一個規條嚟嘅，而係基督佢自己活喺我哋嘅裏邊。第三就係我哋點樣按照真理，係從完全嘅順服去到具體嘅回應。我哋先同心去祈禱。活着嘅基督，願你以你真理嘅光進入我哋嘅內心，讓我哋原本於面黑暗嘅內裏，能夠被真理聖靈嘅光去光照。願真理嘅聖靈，你此刻你臨在我哋當中，你運行喺我哋嘅裏邊，讓我哋因着聖靈你嘅光照，以致我哋見到耶穌基督你真理嘅光嗰種嘅和暖，以致我哋能夠得着從你而嚟嘅安慰、激勵同埋幫助。求主你自己親自向我哋說話。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嘅名字，阿們。教會係真理嘅柱石，守護嘅責任。第一樣我想分享就係提摩太前書3章15節下，佢講到保羅話：這家就是永生神嘅家，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保羅講到教會就係永生神嘅家啦，本身就係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嗱，柱石咧喺聖經原本嘅意思就好簡單，一啲直立高啊、垂直啊、圓柱嘅結構用嚟支撐結構嘅。咁但係另一個字咧，和合本譯到咧係根基啊。但係根基咧，如果係原本聖經嗰個原文嘅意思咧，其實係一個支柱嘅意思嚟嘅，係用來加固、支援同埋加強嗰個框架嘅結構，即係好似主嘅梁同埋一啲支梁，個支梁頂住個主嘅梁。因為聖經都講到咧，就係話咧，教會嘅根基係乜嘢啊？就係個根基係就喺使徒同埋先知之上啊嘛。呢個係教會嘅根基啊。所以咧，其實和合本呢個雖然係譯根基，但係原本嘅意思係支柱。咁代表啲乜嘢咧？點為之？這家就是永生神嘅教會，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或者叫支柱咧。保羅點解咁樣講咧？嗱，其實咧喺古代嘅城市裏邊咧。嗱，呢個其實就係一個以弗所商業廣場一個入口嘅門嚟嘅。嗱，佢喺古時呢啲嘅城市啲城門裏邊咧，啲公共嘅建築物裏邊咧，柱石同埋門樓通常會咧係承載緊啲嘅刻喺度啲銘文啊，係寫緊啲榮譽啊、獻詞啊，同埋啲公共嘅宣告。咁咧呢個係以弗所商業城商業場嘅入口嘅門啊。佢
門頂其實刻咗咧，就係當時咧有2個囚犯獲得釋放，有兩個自由人啦，佢所建造嘅係用呢個碑文咧，係表示咧係榮耀翻奧古斯都同埋佢嘅家族。嗱，咁保羅佢用到教會係真理嘅柱石同埋支柱，個意思其實就係教會就好似昔日古代嗰啲城門嗰啲城樓咁樣咧，係去公告宣示上帝嘅真理，係有宣示上帝嘅真理。教會係有3重嘅責任。嗱，第一重責任佢就係第一就係聖託呢個真理，喺使徒同埋先知之根基之上係聖託真理。第二方面，教會係咩嘢呢？教會嘅責任就係守護真理啊，係唔係按文化去修改真理嘅？按文化，特別而家人本主義、個人主義泛濫得好緊要，唔係按文化去修改真理，唔係按人嘅喜好重新去定義真理嘅。記住，教會唔係真理。如果教會係真理呢，就教會可以改真理。教會係承托真理，教會係宣講真理，教會係見證真理，教會係見證真理。喺呢度咧，我哋想起一個例子係乜嘢咧？點為之教會？我哋係需要咧，好似柱石咁樣，就柱石咧係好鞏固一個資產嘅建築物啦。應該理論上就抵擋得到狂風暴雨，承受到壓力嘅柱石，同埋佢宣示教會就係佢宣示耶穌基督嘅真理。我呢度咧想起咧就係乜嘢咧？早期咧德國納粹時代嘅時候咧，德國嘅教會發生咗一件事。教會發生咩事？嗱，當時咧1933年4月7號咧，當納粹政權咧希特拉嘅時代咧喺德國咧。其實佢頒布咗一個咧公務機關改組嘅法案，咁其中第3條我哋俗稱叫做咧亞利安條款咧，就係要求乜嘢咧？就係要求排除所有非亞利安嘅公務員，即係咩意思咧？嗱，這種種族化嘅原則就係其實要將教會裏邊有猶太血統同埋同猶太人結婚嘅所有嘅牧者同埋教會嘅職員，全部要趕出教會，因為希特拉佢覺得德意志民族、德意志人先至係最優秀嘅民族，唔係猶太人。咁佢頒布咗呢個法案之後咧，就令到當時咧教會咧就開始分裂啦。分裂成咧有德意志福音嘅教會，同埋有認信教會，就開始咧德國嘅教會咧就內部產生好嚴重嘅鬥爭同埋衝突。咁除咗係咁之後咧，納粹德國咧佢仲係啲咩？為咗要把教會納入國家嘅體系嘅裏邊咧，佢係第一對教會出版嘅刊物全部要被審查，甚至禁止出。第二係咩咧？教會嘅事工啊，特別係教育同埋公共見證都係受到限制，即係話咧，即係你嘅內容咧，完全被我審查嘅，唔經納粹德國納粹政權去批准咧，係唔准。第三係最緊要係咩咧？就1936年起咧，納粹在奧爾登堡唔同嘅地區咧，係試圖拆除喺學校裏邊嘅十字架，就引發啲教徒嚴重嘅抗議。嗱，其實佢拆十字架嘅目的係咩咧？更深層係咩咧？就係咧，基督嘅主權被國家意識形態所取締。嗱，早期其實德國咧係基督教立國嘅。嗱，咁當時咧教會有班人咧回應納粹德國嗰個嘅叫做咧一個咁樣嘅亞利安嘅政策，特別係驅逐猶太人同埋與同猶太人結婚嘅所有嘅教牧人員同埋職員咧要離開教會。咁嘅時候咧，其實咧喺德國咧有一班人咧跟住咧就組織咗德意志嘅福音教會，而德國政府咧同時咧係真係咧去推舉佢自己嘅帝國主教，做咗民族主義啊、反猶太主義同埋亞利安主義咧，係帶咗去教會裏邊，係直接去威脅到聖經嘅權威。嗱，如果你翻嘅歷史圖片咧，當時咧喺柏林咧有一間教會啊，聖瑪利亞堂教堂咧，
佢哋正在咧係要開一啲教會嘅委員會啊，即係類似我哋開會員大會咁樣啦。咁咧一啲納粹嘅衝鋒隊咧就喺教會嘅門口咧做宣傳啊。個標語其實都要寫住咧，你就要投票俾1號名單，投票嗰啲德意志嘅基督徒，即係咧係配合附和政府嘅政策，係排除所有嘅猶太人喺教會之內。嗱，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嘅裏邊咧，仍然有班嘅基督徒咧，佢就咧特別係由巴特一個神學家咧喺德國裏邊好出名嘅神學家。佢哋就組織咗認信教會，其中個目的佢就係咧，認信教會就係我只認信耶穌基督先至係教會嘅主，唔係納粹德國。而同時咧，佢咧隨後咧就即係揾咗個潘霍華咧，就開設咗另外一啲地下嘅神學院咧，係喺壓力之下咧，佢繼續去培訓神嘅僕人，去培訓神嘅僕人。嗱，當時咧認信教會啲牧師團咧喺度開會，就係佢哋自己成立自己嘅教會，為要抗衡納粹德國嘅帝國嘅教會嘅時候咧，喺度開會嘅時候，潘霍華就喺度。咁後期咧，潘霍華咧去到咧帶領咗咧係咧即係一個神學院裏邊咧一啲神學生咧，我睇翻啲歷史記載點咧。嗱，潘霍華呢個咧係德國一個好重要嘅神學家嚟嘅，可能咧近年咧。因為即係香港一啲嘅社會運動咧，好多人都開始認識呢個神學家。佢其實咧，佢好年青咧就攞博士學位嘅，攞神學博士學位。但係咧，佢開呢間神學院嘅時候咧，佢調翻轉係點咧？佢要啲學生係咩咧？背聖經。咁啲學生就同佢講啦，問佢：喂，老師，喂，我哋脫離咗政府嘅系統嘅體制，嚟到跟你學讀書嘅時候，喂，你叫我哋背聖經，唔係啊嘛，都唔學術嘅。但係唔係潘霍華，你要背聖經。但係呢間神學院咧運作咗2年之後咧，就俾政府取締咗。而之後咧，2次大戰開始爆發，呢啲神學生咧，最後咧都有派去戰場。後尾啲神學生佢自己講翻啊，佢話當佢哋喺戰場喺戰壕裏邊嘅時候咧，揸住啲槍。受過好少嘅訓練，喺戰壕裏邊咧係驚到腳震，佢哋乜都諗唔到，佢哋淨係記起當年佢老師潘霍華要佢哋背聖經、背詩篇，以致佢哋就能夠藉着詩篇喺戰場裏邊能夠捱得過。到二戰完咗之後，幸存嗰啲學生去翻去德國去寫翻講翻出嚟。嗱，所以我哋會體會到一樣嘢係乜嘢咧？教會唔可以因為文化其他嘅因素去改變對聖經嘅解釋。教會係柱石，係支柱，係真理嘅柱石同埋支柱。當年喺德國發生嘅事，其實日光之下無新事。喺唔同年代，甚至今日，可能我哋嘅唔同世界唔同地方嘅教會，都仍然面對咁樣嘅挑戰，仍然面對咁嘅挑戰。第二樣係咩嘢咧？嗱，真理係活嘅道嚟嘅，真理係活嘅道，佢唔係一個規條嚟嘅。係基督自己啊！喺約翰福音第17章第17節嘅講道，求你用真理使我成聖，使你嘅道，你的道就是真理。道呢個字 logos， 佢意思就係話語啦、言詞啦，係神嘅道，係神嘅啟示。而呢個道因為咧，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穌基督話：我就是道路、真理同埋生命，我就是真理。所以呢個道神嘅話語本身咧，如果喺聖經上面、喺神學上面咧，我即係真係個位格嘅，即係意思啫。神嘅話語本身就好似一個人咁樣，係向我哋講說話。神嘅話語本身以一個神聖嘅位格喺裏邊。嗱，先提到啦，喺德國裏邊咧，巴特咧佢即係開咗一個即係
聚集咗一啲當時嘅德國嘅教牧咧，就設立認信教會啦。咁其實巴特，你好簡單講咩叫道咧？咁咧呢個神學家巴特其實佢簡單去做分析得好好嘅。佢話道咧其實有3重嘅意思嘅。嗱，最核心嗰重係咩咧？係耶穌基督佢自己嘅自我啟示嚟嘅，第一重。跟住咧，其實道咧就係呢個成文嘅道啦，就係今日我哋見到嘅聖經啦，成文嘅道。第3重意思就係我哋宣講嘅道，就係教會嘅宣講，即係今日嘅講道啦，同埋教會嘅見證。教會嘅見證即係咩？即係你同我嘅見證咯。去活現耶穌基督嘅道，唔係純粹係聖經成文嘅道，係耶穌基督佢自己向我哋嘅啟示，加埋教會嘅見證同埋教會嘅宣講，即係你同我哋每一個我哋嘅見證，同埋我哋向人去宣講福音，係3重嘅意思。當耶穌話我就是道路真理同埋生命嘅時候，當約翰福音第17章第17節講到，求你用真理使我哋成聖，你嘅道就是真理，就有3重嘅意思。嗱，呢3重嘅意思，重點係真理係會使我哋成聖嘅，唔係淨係讓我哋知道嘅。嗱，可能我哋都經歷過一啲嘢係乜嘢咧？特別 COVID 期間啊，我哋多咗屋企煮嘢係嘛？突然之間咧，我哋屋企咧好似多咗好多個廚師啊，係咪？係咪？我哋由知道點樣煮一個好味嘅未煮過嘅法式嘅菜，知道啦睇 YouTube， 到我哋真係做啦。但係我哋會知道咧，我哋始終唔係廚師啊嘛。如果廚師真係有個廚師嘅款係咪？如果你做過飲食嗰啲，即係廚師有廚師嘅款嘅。如果有個款嘅，如果你係工程師，你有工程師嘅款嘅，係咪先？如果你係醫生，你有醫生嘅款嘅。我曾經咧，我就有啲朋友同我講咧，哇！點解你介紹一個咁嘅醫生俾我，叫我去睇嘅？我話咩事啊？咩事啊？我之前佢都幫過我好多朋友嘅喎。佢話唔係啊，你介紹俾個醫生入見到佢咧，我真係唔知我究竟係對住個醫生咧，定係對住個病人啊？個醫生好似個病人咁啊！成個樣唔係啊！我真係咁樣俾朋友話過。嗱，其實我哋由知道真理到我哋活出真理，到我哋真係有基督嘅樣式，其實係一個過程，係咪？就係我哋真理使我哋成聖嘅一個過程，讓我哋有基督嘅樣式。當我哋有基督嘅樣式嘅時候，我哋自然唔會角色扮演啦，係咪？因為我哋有基督嘅樣式，我哋就活出基督嘅樣式。我哋唔會俾人感覺我哋好似個角色扮演咁樣。有一樣嘢咧，我好羨慕嘅，我唔知大家羨唔羨慕係咩嘢咧？約瑟啊！嗱，當我約瑟出完監之後咧，幫法老解完夢啊，法老講咩啊？神嘅靈喺你嗰度。啲荒年啊、豐年啊，我其實唔知係咩嘢咧，特登你幫我搞咯。神嘅靈喺佢度，一個外邦嘅王，佢都感受到約瑟有神嘅靈喺佢裏邊，就俾佢做宰相，由囚犯變咗宰相。即係如果無論我哋喺做公司，我哋都會請人，係咪？教會我哋有時都會請人，係咪？哇！如果去到咁嘅境界就好多，係咪？簡單好多個程序。哇！神嘅靈喺度，就交咗個 project 俾你，簡簡單單。嗱，一個 being 由 knowing doing 去到 being， 但係另一樣係乜嘢咧？就係話係耶穌基督，因為佢就係佢自己就係道，佢自己就係真理，佢會向我哋啟示佢自己。所以咧，其實仲有一個層次係乜嘢咧？就係咧，我哋能夠喺基督裏邊咧，係與基督聯合啊！
嗱，呢個哥林多前書6章17節講到咩咧？就係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體。即係就好似即係我活喺基督裏邊，基督又活喺我裏邊，嗰種二為一嗰種嘅與主聯合成為一體，就係基督親自即係臨在喺我裏邊，我同神嘅關係親密到好似即係二人成為一體咁樣，一個與主嘅聯合。嗱，喺呢度咧，我就想起另一個咧，喺天主教一個嘅靈修傳統裏邊咧，提到有一個咧叫做聖十字架約翰。咁喺呢度咧，點解會舉一啲天主教嘅例子咧？我哋基督教嗱，好簡單講咧，其實咧喺我舉呢啲天主教嘅呢啲嘅例子嘅時候咧，其實呢啲信徒或者呢啲人咧，佢哋嘅屬靈經驗咧，其實咧都同我哋基督教啊係相近甚至一致嘅。所以咧，其實而家喺我哋基督教嘅神學院裏邊咧，即係唔同嘅神學院，包括加拿大嘅神學院裏邊咧，都有講靈修神學咧，都有講關於呢啲嘅人物，係讓我哋咧從呢啲人物嘅事蹟裏邊咧去啟發我哋。嗱，咁呢個聖十架約翰係咩發生咩事咧？佢係當時咧係有一個人咧叫做聖十架約翰，佢係35歲嘅時候啦。佢本身係加爾默羅修會嘅一個會士嚟嘅。咁啊咧就係點咧？佢被保守嗰啲咧，即係咧嗱，呢個加爾默羅修會咧，其實好簡單咧，好簡單。我呢度俾咗圖大家知，好簡單咧。嗱，加爾默羅修會咧，其實去到某個年代咧，就有兩個爭拗。佢本身呢加爾默羅修會咧，本身啲修士係點樣咧？係唔着鞋嘅，原本係唔着鞋，或者着啲好簡單嘅草鞋，係有一個好簡樸嘅生活。但係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呢啲嘅修士咧就想自己舒適啲啊，就建議我哋不如着翻鞋啦。咁但係咧，其實咧聖十字架約望咧同埋戴德蘭另一個嘅修女咧，都係同屬呢個加爾默羅修會嘅。咁我哋就好深體會咧，就係咧，即係啲修士喺個修院裏邊嘅修行咧。開始舒適着鞋，唔係淨係着鞋，唔係着唔着鞋嘅問題，而係咧係想過啲舒適嘅生活啊！甚至啲修士咧喺修院裏邊咧已經開始享有自己嘅私有財產啦。咁咧聖十架約翰同埋戴德蘭都會覺得，喂，唔得，我要改革啊，要改革，即係我哋嘅修會唔應該咁樣做嘅。咁喺改革嘅期間嘅裏邊咧，其實咧聖十架約翰咧就去到戴德蘭嘅修院裏邊咧5年嘅時間。就令到戴德蘭嘅修院咧，就好大嘅復興啊！咁令到原本聖十架約翰嘅自己嘅修嘅人咧，就覺得好不滿啊！即係你鼓勵唔着鞋，即係話我哋着鞋係貪圖虛榮同埋貪圖享受啦，即係話我哋唔啱，話我哋唔屬靈啦。咁咧，佢自己修會嘅人係點咧？走去戴德蘭嘅修院裏邊咩？綁架咗聖十架約翰。捉咗佢自己嘅修會裏，韞咗喺一個咩咧？只有即係9英尺、5英尺，好細嗰個櫥壁櫃裏邊，韞咗喺度9個月。9個月。嗱，當聖莊和 cos 聖十嘅，佢啲9個月咁樣俾佢自己同門嘅師兄去韞咗嘅時候咧，其實好慘㗎佢。每日其實嗰個環境係好潮濕，佢自己悟到一個道理。喺最絕望、最幽暗嘅時候，佢悟到個道理就係咧，佢發覺佢自己好簡單講咧，就係話佢個經歷就係，當我過往我用好多嘅方法去尋求、去經歷上帝，好努力咁樣做嘅時候咧，但係生命裏邊總有啲好荒謬嘅事發生，我哋喺佢生命嘅當中，佢覺得自己點解我咁荒謬？係我自己嘅修會嘅長官同埋啲同門師兄弟韞咗我喺一個櫥櫃嘅裏邊，有冇搞錯？我犯咗啲咩事？當一啲好荒謬嘅嘢喺我信仰生活裏邊佢發生嘅時候，我同神嘅關係究竟係乜嘢嘅關係？佢好迷惑，過往嗰種屬靈嘅追求完全失效，而佢好深體會，當佢喺呢個痛苦嘅裏邊咧，佢由主動去尋求上帝，去到佢唔係躺平。
佢只不過喺靜默喺神面前，靜默喺度，將自己嘅生命、將自己嘅情緒、嗰啲冤屈、嗰啲不滿，佢完全交晒俾上帝。佢靜默喺上帝面前。突然之間有一日，佢櫥壁裏邊個窗有個好細嘅窗，有啲陽光射落佢嘅身上，係好經歷到咧，同耶穌嘅關係咧，係一個新郎新婦嗰種咧，好甜蜜，好似係靈女婚姻嗰種嘅經歷，以致佢得安慰。嗱，我喺度舉呢個例子，嗱，絕對唔係鼓勵暴力啊，唔係鼓勵暴力，唔係合理化暴力啊，嗰啲即係甚至有佢自己嘅審判，我哋 comment 唔到。但係佢就喺呢個絕望嘅裏邊咧，佢經歷同神有一個好親密、好親密嘅關係，而呢種關係係讓佢真係咧係可以勝過咧佢喺修院裏邊，喺被綁架、被囚禁裏邊嘅一切嘅屈辱。咁喺呢度咧，我想起一樣嘢係咩咧？我好記得咧，我信主2年之後咧，我就蒙召啦。咁我原本諗住咧，即係我92年大學畢業啦。我念咗92年咧，我就92年咧，我就即係蒙咗召之後咧，大學畢業之前咧，咁我啲入咗紙咧去申請堅道神學院噶啦。咁我好記得咧，入咗紙去申請堅道神學院嗰陣時，我未大學畢業嘅。跟住開始唔知點解，我2個禮拜瞓唔到覺，我完全瞓唔到覺。咁我有段時間咧，我就咧清晨，即係我住喺聯合書院咧，即係喺山上邊，即係中文大學山上邊。我哋走咗去宿舍嘅天台個水井上邊，我擔張凳坐喺度望住個吐露港，無言啊！我話上帝咩事啊？我成2個禮拜都瞓唔到覺。跟住咧，我就翻去同個教會嘅牧師講，教會嘅牧師就同我講：阿禮賢啊，咁你去睇精神科醫生啦。咁我就去睇精神科醫生。咁睇完之後咧，個醫生同我講：唔係喎，你有情緒病喎，你要食藥。你唔好覺得你神呼召你做傳道人啊。你唔好諗呢樣嘢，唔係咁樣嘅應該。咁同時佢建議我咧，不過你有心理準備喎，即係你可能咧，你大學畢業都畢業唔到嘅，因為你而家有個咁嘅病。咁我就翻到去宿舍之後咧，我食藥啦。翻到宿舍之後咧，即係我開始明白個醫生講啲咩啦。我係嗰陣時嗰啲藥咧，嗰啲副作用咧係食到個手都震，真係手震。咁但係嗰陣時大學畢業咧，我要寫畢業論文嘅。當年就未用電腦嘅，用原稿紙啊，格格咁樣寫。哇！我開始明咧咩叫爬格仔啊！哇！真係逐格爬嚟寫嗰個篇畢業論文，就感謝主我畢到業。咁當然啦，之後就冇入神學院啦。我入神學院，咁啊出嚟做嘢。後尾你就發覺呢個醫生咧就即係落啲藥好重啊，即係搞到我咧即係做唔到嘢。咁我哋轉另一個醫生咧，調翻轉另一個醫生咧，就頭先我同大家講，我好熟悉嗰個基督徒精神科醫生。佢就翻嚟鼓勵我，唔緊要啊，唔係啊，如果你覺得神有感動，你咪去神學院讀書咯。當你個病情穩定，我寫封信俾學院得噶啦。咁我就開始即係94年入咗建道讀書。哇！讀咗頭嗰1年咧，食住藥咧好辛苦，特別係咩咧？即係之前阿 Tony 分享到咧讀希臘文，哇！讀希臘文要背嗰啲希臘文咧，哇！即係痛苦到咧每個禮拜都要7言，即係哇大佬真係攞命。即係仲有咧，因為我食啲藥咧，除咗手震之外咧，係咩咧？個專注力完全集中唔到嘅，完全集中唔到專注力嘅，同埋個人好攰，同埋咧係好頸渴。所以咧嗰陣時開始就飲可樂，就真係變到個波咁樣啦，即係冇辦法。咁咧好辛苦讀咗1年，讀完1年之後咧，跟住又發覺哇咁樣讀法唔掂啊，真係。咁我就開始試咩咧？我不如試下唔食藥啦。點知唔食藥咧就真係唔使讀啦，唔食藥個病嘅復發。復發咗之後出咗嚟之後咧，又做唔到嘢啦。我有段時間我問上帝係乜嘢咧？
嗱，上帝咁喎，嗱，你呼召我全時間侍奉你，嗱，而家我就咁樣病發，喂，如果你唔醫我嘅話，我又好有機會將來係咩咧？就喺即係如果你喺香港，你知啊，喺啲貧民區啊、深水埗啊、大角咀咧，嗰啲天橋底啊，唔剃鬚啦，攞住個叉雞飯啦嘅飯盒過埋下半身嘅啫喎。嗱，上帝，如果咁樣叫榮耀你嘅，我冇嘢講。如果唔係，神唔該你搞掂佢，即係我人生冇理由咁樣噶嘛，係咪？係嘛？咁嗰段時間咧，又冇嘢做啦，其實搵唔到嘢做。咁好奇妙嘅，就係嗰段時間我做咗咁嘅祈禱之後咧，我有個親戚咧，佢喺即係夜晚咧教夜校英文啊。佢就有啲原因佢唔教，佢就俾咗我教夜校英文，即係中學嗰啲考會考嗰啲。咁我就去教英文。咁從教英文嘅過程裏邊咧，我係咧開始重拾翻嘅自信。因為嗰陣時咧我病咧喺屋企啦，咁屋企人有啲屋企人同我講啦，哇！你點解屋企唔做嘢，連麥當勞都唔會做？哇！真係我唔係唔想做麥當勞啊，而係咧我驚咧收銀依日專注力唔夠啊，計錯數啊。咁我試過落樓下啲超市咧，即係做執貨都好啊，即係唔好嘥咗啲時間啦。但係執貨都冇人請啊，因為我就好誠實，我寫我啲學歷啊嘛。咁捱過一段日子之後咧，到我神學畢業，其實我都帶住個病一直即係去服侍，一直帶住個病去服侍喺香港喺國內啊。咁咧好奇妙嘅。喺2014年嘅時候咧，因為香港咧有佔領中環嘅運動係咪？咁香港咧嗰個政治社會環境係咪好緊張？咁其實好影響我情緒。我淨係覺得我頂唔順啦，我真係頂唔順。我就過咗嚟溫哥華，我哋休息咗2個月，即係喺 Burnaby 一個姊妹嘅 basement 嘅劏房裏邊。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就喺度揾退休中心喺呢度啊！揾咩退休中心咧係可以即係俾我安靜下咧？我就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啦啊 Bowen Island 有個退休中心啊，有咁嘅退休中心。咁其實佢嗰次去嘅退休中心咧，就係佢去 pitch 嘅，即係佢睇下個退休中心，睇下點樣 book 法啊，同埋個環境係點樣啱啱自己。我記得嗰次咧，去完個退休中心之後咧，咁就去個鎮裏邊咧一個 coffee shop 啦，啊係一個最靚嘅 coffee shop 啦。咁我行到入去，嗌咗啲嘢坐喺度，咁咧好特別嘅喎，佢俾個牌我呢就寫叫 Honeymoon Lake 喎。咁我咧放低杯嘢，望住少少湖景，諗住食嘢嘅時候，我冇諗過，突然之間咧，我靈裏邊咧有份好喜樂。我點樣形容咧？就好似耶穌基督嗰種 honeymoon love 啊，喺個靈裏邊湧出嚟，係我禁止唔到嘅。我好開心，嗰種係好喜樂。我就開始明咧，聖中學 course 去講嗰個神婚，即係同耶穌基督嗰個好似靈裏婚姻嘅愛，以至佢能夠可以去輕看佢所面對嘅苦難。我嗰刻我真係，喂，嗰種喜樂咧。係我唔識形容啊！到今日其實呢種喜樂咧，靈裏邊喜樂都喺我嘅心靈嘅裏邊，係冇止息過。而嗰陣時咧好奇妙，阿神同我講就話：我醫咗你嘅病噶啦，你唔使食藥。咁我同神講：喂，唔係嗱，我之前唔食藥好大鑊噶。跟住我再講一次，我醫咗你嘅病，你唔使食藥。咁咧，跟住我翻香港啦，咁我翻醫院復診咧。咁我點樣同醫生講咧？咁其實嗰陣時咧，個醫生都話啦，其實你都可以減藥噶啦，因為你咁多年咧都穩定嘅。咁我就同個醫生講，我梗係冇同佢講啦。神同我講話，神醫好咗我病，我唔使食藥嘅。咁可能要叫我哋可能要食多一隻幻覺嘅藥。我梗係唔係咁同佢講啦。我就同佢講，醫生啊，如果我唔食藥得唔得嘅咧？唔緊要，好多病人喺我面前話食藥，翻屋企都唔食噶啦。嗱，你個病都好咗，嗱，而家都減緊藥啦。你自己決定啊，你不過咁樣嗱，你唔好取消個排版，你半年翻嚟睇我一次好唔好？咁我就2014年，即係年尾到啦。
去到2024年10年，我淨係翻去復診。去到2024年10月，個醫生已經同我講：阿先生，你唔使再嚟復診噶啦，你個病好翻噶啦。咁我話唔係，我要申請移民。咁使唔使同 RCC 講啊？你講咩啫？你曾經有感冒使話人唔知嘅咩？啊！你曾經腳痛使話人知嘅咩？你好翻啊嘛而家。嗱，我好想講咧係耶穌基督神嘅話語，可能我都經驗過，可能我哋追求上面有啲嘅方向唔係好適合嘅時候，佢會帶俾我哋壓力。但係神嘅話語，耶穌基督嘅真理係確實係真實地咧，係讓我哋經驗到佢嘅平安，佢嘅愛係超過你所求。我又講翻嗰個弟兄嘅澳門嗰個弟兄，佢同我講，後尾佢信咗耶穌，佢受浸。我臨移民之前，佢特登喺澳門我去探佢，佢約我食飯。佢就同我講話：唔係啊，我而家佢都經歷到耶穌嘅醫治，以致佢嘅生命點樣改變咧？就係話咧而家我除咗我唔識帶查經，我唔識講道之外，教會冇人做音響，我咪去學去做咯。仲有教會完咗之後咧，啲人唔執垃圾噶，留翻師母星期一翻嚟倒垃圾。即係我咪去掃埋咯。教會冇敬拜，我識彈吉他，我咪同個女同個太太一齊喺度帶敬拜咯。佢哋喺屋企又唔即係之前唔練噶，其實我咪捉佢哋喺屋企啊！喂，唔該你對住個 YouTube 練咗先。係啊，仲有教會成日唔夠錢交租，因為教會咧係即係佢喺澳門廣場嗰啲，澳門人知澳門廣場好貴租金，教會每一個月嘅租金咧係15萬啊，咁成日都唔夠嘅。咁佢都唔同意牧師點解成日租咁貴啊？但係始終都尊重牧師啦。佢就話啦，冇即係教會租金唔夠，我咪貼埋啦。咁佢梗係貼到，你知唔知啊？佢哋喺澳門咧退休公務員咧，嗰個退休金咧係講緊咧兩個加埋咧都有成5-6萬嘅退休金啊！但係我見到呢個弟兄就係佢嘅生命嘅改變，就係話係對真理咧係有回應嘅。嗰種回應係點咧？嗱，我唔知大家有冇砌過宜家家私？大家有冇砌過宜家家私？嗱，我哋砌過宜家家私，我好記得我2024年個移民嘅時候咧，我買啲宜家家私咧，我砌個4孔櫃啊！我發覺原來咧，我自以為咧，唔一定要跟你啲程序嘅啫，1、2、3、4冇搞錯，我做咗3都得嘅啫，我做咗5都得嘅啫，再攝埋落去搞掂啦！哇！我發覺原來如果你宜家家私，你唔跟嗰啲步驟砌咧，你會砌得超辛苦，甚至係咩？你發覺係砌唔到嘅。唔知大家有冇經驗啊？喺嗰度我就悟到個道理啦。喂，原來我砌家私我都要睇說明書，按步驟去做，何況係神嘅話語咧？信仰本身真係唔係一本說明書嚟嘅，佢係教導我哋點樣去做個基督徒，係一本說明書，但係又唔係一本說明書嚟嘅。信仰本身就係我哋願意係照神嘅話語，係逐步去被佢砌出我哋嘅人生啊，係被神砌出我哋嘅人生出嚟嘅，係砌出我哋嘅人生出嚟。呢樣嘢好緊要嘅。係嗰種咧，係所以申命記講到，所以你們要照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的謹守遵行，不可偏離左右。謹守嘅意思就係守住神嘅話，遵行就係活出神嘅話，唔偏左右，唔好因時代壓力或者挑戰你去改神嘅話，或者我哋唔忠於神嘅話。而呢種嘅按照聖經嘅真理咧，嗰種順服係咩咧？完全順服唔代表我哋冇軟弱，而係我哋喺神面前，我哋冇主權噶啦。你係因為你係我生命嘅主，你唔係單單我嘅救主，我會把我把我自己全然交俾你，係一種按照神嘅話語。而呢種咧最典型嘅例子就係咧瑪利亞喺路加福音1章38節講到，瑪利亞話：我係主嘅使女，情願照你嘅話成就在我身上。
嗱，呢度和本譯就話咧，即係原本嘅意思就係 Rhema啦。佢嘅意思其實就係具體，即係神嘅話有陣時好具體喺特定嘅處境裏邊去臨到我哋。Logos 神嘅道就好 general， 但係其實 Logos 同 Rhema 如果你喺原文裏邊去睇咧，其實兩個字係互用嘅。但係個重點就係神嘅話語有陣時會透過聖經好一般性向我哋啟示，亦透過咧一啲獨特喺我哋生命裏邊嘅啟示，係話俾我聽一啲好獨特嘅處境。我呢度即刻諗起咩咧？我有一段時間咧，我喺國內咧都係帶職侍奉嘅，同埋喺國內咧嘅服侍咧，基本上咧我都係要帶埋錢上嘅，因為咧國內嗰啲同工其實比我更艱難。咁我都同神講話，我都想有啲收入咁，我帶職。咁雖然我係做專利啫，做商品，但係生意未必多噶嘛。咁有段時間好有個大學同學咧，由大學畢業到而家佢都做緊保險嘅，喺某一間保險公司 M 字頭嘅。OK， 咁佢成日同我講啊，喂，其實佢係一個天主教徒嚟嘅，好都虔誠嘅。咁佢同我講，喂，其實你都需要收入㗎。喂，不如咁啦，你可以考翻個保險牌啊。嗱，不如咁啊，我同我嘅上司講啦，俾你免費考個保險牌啦，好唔好？嗱，你咪多張都嚟，即係多都有收入都好好啊嘛。咁我話，唉，好啦，可以誠意拳拳。但係我都記得嗰日，我入咗去考保險試嘅場地，我坐低打開份卷，我都未想做啦。神問我：阿禮賢，你坐喺度做咩？考保險試。咁我叫你做乜㗎？哦，係喎。哇！我即刻冇嘢講。同個考官講，我舉手，我要去廁所，跟住我走。我話你睇聽，當我離開咗個考場，我好自由，好釋放，我做翻上帝要我做嘅。弟兄姊妹，當我哋每個星期，我哋去宣讀我哋嘅教會宣言，我們聚集在一起成為教會，為要按照聖經真理嘅時候，但我哋真係可以成為忠實嘅柱石。我哋每一個我哋都要持守真理，唔好俾真理因為時代或者世代嘅緣故係被稀釋啊！同時，我哋要讓真理使我哋成聖，我哋能夠與主聯合，我哋見證活着嘅基督。今日活着嘅基督仍然喺我哋裏邊活着，因為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喺我哋裏邊活着。同埋喺關鍵嘅時候，我哋能夠好似瑪利亞咁樣去講，情願照你嘅話成就喺我身上。我哋同心祈禱。慈愛嘅恩主，願你嘅話藏喺我哋心嘅裏邊，以致你嘅話能夠喺我哋嘅心田嘅裏邊生根建造，以致按照你嘅時候能夠開花結果，能夠成為別人嘅蔭庇。願我哋眾人喺你嘅話語嘅裏邊，喺耶穌基督嘅裏邊，我哋經歷你嗰份真實嘅愛，以致我哋能夠按照你嘅話語去經歷，你係可以喺我哋生命裏邊成就一切，超過我哋所求。聽我哋你面前同心嘅禱告，祈禱奉耶穌嘅名字，阿們。